后来乡亲啊，这个桃园机场的群组感染来扩大，即摆是呼吁讲这个喙暗都要挂好好势。也毋过来看这个乘客实在是真恶质，伊坐这个国光客运，司机请伊甲喙暗挂好好，安尼袂使，竟然冲到驾驶座去理论，甚至佫动手来拍这个司机。因为当时这个车就驶伫个真闹热的东区的大街路顶，这个车差一点仔就挂过内线，弄到其他的车辆。加在是这个驾驶忍着痛，甲这个车稳起来。才无发生着意外。啊，这个驾驶的头壳是互乘客大力来攻击。医生讲有可能是因地性出血，目前也搁咧观察。等其他的乘客落车了后，虽然无挂好穿蓝色衫的查甫人，随行去驾驶座边啊，讲无两句话，就动手拍客运的驾驶，而且搁拍伊的头。好，你动手了哈！你动手了哈！不要闹大。表出冲突之前，驾驶已经拍倒弯的方向灯，要继续驶，煞向红拍。好加在驾驶忍掉咧，先把车停好，避免后边的车弄到发生意外。驾驶用拍到拢老血，乘客也无要放伊煞。警察到现场了后，才转变态度。太多了，你为什么要打啊？哦，我跟你讲啊，我现在依现行犯将你逮捕哦，伤害罪现行犯给你逮捕哦。拍人的乘客有激烈的攻击行为，双手扣起来对警察落车。我有提醒他们戴口罩，好像就对我产生不满了。眼睛、眼窝、左半部的头都有，意思就会延迟性出血。乘客被带登去派出所做笔录的时，规身躯拢是臭酒味，酒测值高达0.71，除了互客运驾驶有伤害，无过喙暗嘛要遵照传染病防治法、防裁法。